高雄的茶山有真侪高山啊，所以即阵就有人伫咧茶山看到有高山啊下海整整，惊是破病也是受伤，伫咧网络问嘛拢问无人知影到底是安怎。毋过即马就有专家出来讲，其实这就甲碰瓷共款，高山啊嘛会当将正面藏伫咧暗柜内底。 台湾高山啊，八关八落真溜俩，毋过顶前看伊的下海有两边碰起来，真侪民众毋知影迄是啥，阁有囡仔认为是毋是高山啊受伤？这暗棍啊，阁起来，这个拄伫这个下海遮啦，啊，迄钢的敢有啦，若无的就无啦。有时你有看到伊整整两丸吼，迄毋是伊整起来是互拍着，迄是叫做高龟。 吼，伊咧放种子啊，放食物的所在，啊，伊咧哪行哪食，啊，甲这食物安尼为遮摘出来，啊，到伊喙内底咧食。原来这是高山啊高龟，因为就食物放伫高龟内底，等要食时阵，一定就食物接到伊的喙，就会当豆豆啊食。台湾高山啊共存推广协会秘书长林美金表示，因为高山啊是杂食性的动物，啥物拢食，所以伊的高龟内底有真侪物件，连伊的一边食一边放屎，伫伊的屎当中也佫有果实种子伫内底。高山啊嘛是生态当中重要的传播角色。狗吼，伊咧食物件拢赶紧抢食，啊，伊食了拢先储存在这边。咧哪行哪食的时阵，伊嘛会哪放屎，啊，放屎内底伊嘛有一寡经济伫内底，所以它其实是森林传播种族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 高雄市山是台湾高山仔的起地，台湾高山仔共存推广协会嘛提醒游客，若是拄到高山仔，就脚踮抱啊好，然后继续行，唔通看伊目睭瞥变冲突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